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谢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我们刚刚介绍到的是仁波切的我们就是这个环节会跟大家介绍仁波切的16位上师。那刚才介绍了6位上师，接下去呢会继续再为大家介绍另外的10位上师。那在上一节我们介绍了仁波切在美国的上师，在美国时期的上师，尊贵的堪树洛桑达信仁波切，他的地位上师。那当时前往美国弘法的至尊灵仁波切，那至尊第14世加瓦仁波切。那后来当仁波切离家出走前往洛杉矶所在的那个图登达杰林呢，他当时遇到的是尊敬的格西初心的戈尔辛。那也同样的在图登达杰林佛教中心呢，仁波切遇到了他的根本上师至尊迦杰颂仁波切。那接下去呢，同样在图登达杰林佛教中心呢，仁波切又从至尊第98人甘丹赤巴泽圣奖杯善佩仁波切那里接受了般若经，就是接受了大威德三尊和文殊菩萨灌顶。那后来呢，1987年，当仁波切从美国前往印度，在达兰萨拉那时候呢，他又遇到了迦杰帕贡卡卓图仁波切，也就是现任的帕贡卡仁波切。那接下去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仁波切，就是他终于在印度定下来的时候，就是他到了印度甘丹萨基寺之后的上师。那首先就给大家介绍这位尊贵的堪苏拉蒂仁波切，甘丹萨基寺。尊敬的堪苏拉蒂仁波切，这位就是。那右边是当时年轻的仁波切跟拉蒂仁波切的合照。尊贵的迦杰拉蒂仁波切是至尊赤江仁波切和至尊颂仁波切的弟子，他担任甘丹萨基寺住持长达8年，一辈子都是甘丹萨基寺的支柱。他充满智慧的忠告，极受寺院上下的欢迎。仁波切也从他那儿接受了许多忠告、教诲和占卜法，其中就包括大威德金刚占卜法。当时坚持要27岁的仁波切出国弘法，筹募资金，建造急需的布康康村森林宿舍的主要人物就是拉蒂仁波切。而当仁波切成功筹集所需资金从马来西亚返回印度后，拉蒂仁波切流下了开心的眼泪。2010年，仁波切梦见拉蒂仁波切给予他密续加持，而这正是拉蒂仁波切4季前给仁波切的最后一个加持。那就在仁波切的一个追溯里，仁波切对拉蒂仁波切是非常高度尊敬的。那拉蒂仁波切呢，其实他在同样就是他对仁波切的整个弘法的生涯、弘法的生命，也起着非常其实可以说是起着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那为什么呢？因为正是因为拉蒂仁波切的一个忠告，所以仁波切才来马来西亚弘法，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克切拉，就是仁波切从20多岁来到马来西亚到现在为止已经是30年了。那拉蒂仁波切呢，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一个大德，他十分受到寺院上下的尊敬和欢迎。那所以仁波切对他是自然也就是很尊敬的。所以当拉蒂仁波切叫仁波切前来马来西亚弘法的时候，虽然仁波切当时其实他本身他更想留在寺院，但是由于对上师的一种尊敬，那仁波切就答应了，也这样子一个答应呢，一留就留了就留了30年。那拉蒂仁波切在2010年圆寂，那圆寂前呢，仁波切就梦到了他，那是在梦里呢，拉蒂仁波切还给他一个密续加持。
那这是拉蒂仁波切给仁波切的最后一个加持。那同时在甘丹萨济寺呢，仁波切的另一位上师，另一位主要的上师，就是这位大家都已经听了很多次，也是看了很多次，也是很熟悉了。这位就是尊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甘丹萨济寺。在达兰萨拉的甘丹萨济寺祈愿堂里，仁波切第一次遇见了尊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当时担任甘丹萨济寺住持的堪苏仁波切传授赞都仁波切许多灌顶和教诲，后来也是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按照传统程序请求护法透过甘丹神谕降神，对仁波切的度孤身份进行正式认证，并给仁波切行了坐床大典。那在堪苏仁波切担任住持的任期间，仁波切成了堪苏仁波切的秘书和助理。仁波切也凭着一己之力，让堪苏仁波切的糖尿病情受到控制。他还确保所有食物皆安排得当。堪苏仁波切能够准时服药，行程也不会太劳累。他同时也训练私人助理来照顾堪苏仁波切。此外，仁波切还邀请堪苏仁波切到真拉章居住，并在拉章内种植许多花与树，绿化四周环境，让上师心广神怡。日子久了，仁波切因忠诚事实的事迹而闻名。那这个在我们在2-3天前也刚刚才介绍过。那因为其实仁波切抵达甘丹萨济寺的时候，就前往送拉章嘛，但是当时送仁波切已经圆寂了，所以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呢，很自然的就成了仁波切的一个看守生，就是等于是他的一个就是他的监护人似的。那所以仁波切就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呢，很自然的就是成了仁波切的一个上司。那仁波切也成了堪苏，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所有的能力，他很自然的也担任了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的助理和秘书。那在之后呢，其实因为仁波切对上司是非常非常怎么讲，是照顾的无微不至的，所以他对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的特别的一种照顾，以及甚至把自己本身的拉章都给了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所以寺院上下呢，对这件事情大家都是津津乐道的。这个刚才因为之前讲过了，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这位呢是刚才提到的这位就是尊贵的刚劲仁波切，那来自色拉美市。尊贵的刚劲仁波切，他是药师佛的化身，也是大成就者达日嘎巴转世。那他是大家都就是是为人所称颂的一件事情。在1987年，当仁波切在加德满都泰米尔街头第一次见到刚劲仁波切时，并不知道这位大师将深深形塑他的人生导向。当时刚劲仁波切口头认证仁波切为一位大师转世，建议他跟人分享他的生平故事。刚劲仁波切也传授给仁波切许多深奥的教法、灌顶和口传，包括夜依佛母和黑文殊菩萨修持。那其实如果不是刚劲仁波切当时就特别的去教，就指示仁波切回寺院去要求寺院认证他的仁波切的一个身份，那我想可能也许也有可能这个认证的一个时间会更迟一些。那也是刚劲仁波切就是提醒仁波切说你应该去认证。那刚劲之前至于其他的一些关于他后来的，比如他将影响仁波切的一些就是佛法生涯的，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我们这里就不多说。那再来一位呢，也是一位响当人物，这位大家如果大家应该也都是非常熟悉，因为其实这位上师目前其实在全球弘法也是十分出名的。这位就是尊贵的梭巴仁波切，来自色拉杰市。当仁波切在尼泊尔为前往印度的旅游证件做准备时，他向高班式的梭巴仁波切咨询该如何克服某些障碍的方法。那其实当时因为仁波切从美国他要前往印度，就其实签证上其实有很多麻烦，
那所以当时呢，他刚好身在尼泊尔，他知道硕巴仁波切就在尼泊尔的高班市，所以他特别前往高班市去找硕巴仁波切，询问一下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才能够解决这些障碍。那仁波切就向硕巴仁波切解释了他的困境。那硕巴仁波切呢，听了之后就为仁波切做占卜，做了占卜就建议仁波切说，第二天回来接受红狮面空行母的灌顶。那第二天呢，仁波切就回到高班市，那才发现说巴仁波切竟然已经用了整个晚上为他进行了一场多杰雄登法会。那说巴仁波切随后就告诉他无需再接受灌顶了。那不久之后，仁波切的签证就获批了。那说巴仁波切就这些僧人这些高僧嘛，他们都是特别慈悲的。那第一次见面就已经是怎么说呢？仁波切只不过是为他只是问他该怎么做。那说巴仁波切就已经为仁波切解决了，就进行了多杰雄登法会，帮他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他原本应该要接受的灌顶也就不需要再接受了。那接下来几年呢，仁波切跟说巴仁波切见过好几次面，也从说巴仁波切那里接受了千手观音的灌顶和金刚瑜伽母破法的教诲。有一次，仁波切在新德里斗率天大乘修法中心的时候，他获悉说巴仁波切刚好在该中心。他们见面时，说巴仁波切说：“每一次你出现，我都刚好即将进行多杰雄登法会，你要参加吗？”仁波切礼貌地回拒了，因为他事先有其他的安排，无法推拒。然而仁波切却不会忘记说巴仁波切当天对他说过的那句话。那其实就是每一次，那就是那么巧。其实每一位圣人他们都进行很多法会，因为他们本身修持是相当多的。但是说巴仁波切就特别跟仁波切说，怎么那么巧？你每一次出现，我所做的法会就是多杰雄登法会。那所以仁波切就一直记得说巴仁波切对他说过的这句话。那接下来呢，这一位是至尊下巴曲杰逊洛桑宁玛仁波切，来自甘丹萨基市。至尊下巴曲杰逊洛桑宁玛仁波切，又称东方法王，是位修行有成就的金刚瑜伽母密须大师。仁波切会为这位大师剪指甲，磨掉脚底的后茧，用滴露为他洗澡和清洗他的衣物。尽管尊者在寺院中的地位比上师尊贵的堪苏拉蒂仁波切来得高，但只要是拉蒂仁波切给予开示，70岁的下巴曲杰仁波切都会出席。当仁波切问下巴曲杰仁波切为什么要出席所有开示时，那下巴曲杰仁波切就会解释说，为了未来，我必须给自己的心识种下佛法的种子。他的谦卑给年轻的仁波切留下深刻的印象。那这位下巴曲杰仁波切呢，其实他的地位其实是很崇高的，在寺院里。但是只要是其实他们圣人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的上师的地位未必其实在寺院中的地位未必是会比自己来得高。但是像下巴曲杰仁波切，虽然他在寺院中的地位比自己的上师堪苏拉蒂仁波切来得高呢，但是每一次拉蒂仁波切给开示的时候，那已经70岁的一个下巴曲杰仁波切，他都会开示，他都会出席开示。所以他的理由是，我必须让自己的心识种下很深刻的佛法的种子。那你就是一种这样子的一种谦卑呢，这让仁波切就是牢牢的记得。那再来的这一位，好，再来的这位是尊贵的丹玛洛却仁波切，则棒洛舍林寺。尊贵的丹玛洛却仁波切来自则棒洛舍林寺。从这位大师身上，仁波切接受了无数的教诲和灌顶，
其中包括朱卡加的灌顶。仁波切依然鲜明地记得，在某个私下的会面里，大师宣告他：你一定要修持白度母，你一定要努力修持这个法门，别忘了修白度母法门。仁波切问丹玛洛却仁波切为什么建议他修白度母，并向他透露自己的前世，跟顿月达就是在白度母闭关中事迹的。那这位大师大声笑着说：如果我不知道这些，我就不会是一个度骨了。那接着丹玛洛却仁波切突然用力地打了仁波切头一下，由于明白这是在帮自己消除障碍，仁波切马上双手合十，低下头来接受这位具神通上师的加持。这也是其中就是尊贵的丹玛洛却仁波切，也是仁波切其中一位上师。那这位上师，其实这些上师呢，他们都听了这么多，大家对这些上师有的神通应该都没有感觉到陌生了。所以这位丹玛洛却仁波切呢，他见了仁波切，他就提醒仁波切，你一定要修白度母。那仁波切当然觉得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讲别忘了修白度母法门。那仁波切当然就觉得奇怪，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前世跟顿月达就是在白度母闭关中圆寂的。那这位大师呢，就觉得这很好笑。如果我连这些都不知道的话，我怎么可能是一个度骨呢？怎么是一个转世者呢？所以这是仁波切跟丹玛洛却仁波切之间的一些互动。那再接下来呢？这位是已经圆寂的珍贵的迦杰扎贡仁波切，来自泽邦果芒市。珍贵的迦杰扎贡仁波切是仁波切另一位住在尼泊尔的上师。扎贡仁波切受仁波切宗喀巴大师全集的教诲。扎贡仁波切每天讲法8个小时，总共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传授宗喀巴大师全集18册的著作。此次教学在没有电流供应的泽邦市进行，整个讲授过程，仁波切会给上师摇伞，让上师感觉舒适。另外，扎贡仁波切也曾授予仁波切好一些口传和灌顶，其中也包括多杰雄登护法托命灌顶，以作加持。2005年，仁波切再度带领马来西亚朝圣团前往尼泊尔朝圣。这一次，扎贡仁波切为仁波切讲解了3位高僧的造像学，而这3位高僧都是多杰雄登的前世。他也向仁波切解释如何将多杰雄登纳入格鲁派的皈依敬礼。根据扎贡仁波切的指示，仁波切制作了一幅特别的唐卡，这幅唐卡现在是仁波切的私人收藏事业。这一位就是大家看到照片的，这里就是尊贵的迦杰扎贡仁波切，他是传授宗喀巴大集教诲，就用了3个月时间传授宗喀巴大集全集的教诲给仁波切的上师。那在这里呢，就特别讲到，就仁波切，就是他无论对哪位上师呢，他都是那么的尊敬。所以在当时在讲学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电流，是非常热的。那仁波切呢，就一直全程的在帮上师，就是摇伞。接下去的这位是一位在家的大德。那这位是珍贵的子贡加贡仁波切杰逊洛桑措经。珍贵的子贡加贡仁波切是一位噶举派的在家大师，一位修行有成的圣乐金刚密续大师，也是藏传佛教里其中一位最有威望的占卜大师。那这位子贡加贡仁波切，如果大家有一点印象，应该就是相信大家还记得这位子贡加贡仁波切，他是其中一位就将仁波切认为是摩诃萨的一位大德。那他也以他的占卜能力和神通著名。那从这位大师那里呢，仁波切接受了3愤怒尊，就是愤怒3尊、金刚手菩萨、马头明王、大鹏金翅鸟
的宁玛派修持法的灌顶。具有高度神通的直贡仁波切一见面就认真仁波切的转世身份，并以其个人信头签发了一份正式声明。直贡仁波切能够完全控制本身的风息。仁波切曾目睹喝得大醉的直贡仁波切进入房间，关上门，进行简短的禅修冥想后，变得完全清醒。直贡仁波切也以训练神谕的能力闻名。在被正式认证其转世身份前，赞多格仁波切曾前往拉达克的列城接受直贡仁波切的训练，以成为一名神谕。他接受好一些严格的闭关，以便打通身体的气脉，为容纳护法的巨大能量做好准备。仁波切希望成为一名神谕，他觉得这是自己能够为佛法和人们提供最佳服务的方法。然而，当他正式被寺院认证其转世身份后，仁波切想要成为一名神谕的计划就此中断。那仁波切主要是从这位直贡加贡仁波切那里呢学到的，学习的就是如何成为一名神谕，就是接受神谕的训练。那后来其实是因为他请求接受这个神谕训练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被认证。那仁波切总是希望以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是最大的去造福他人，所以他认为就是作为一个神谕的话，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就是能够很好的就是给人们提供服务，能够为佛法服务。只不过是当这神谕进行神谕的训练呢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仁波切就已经被认证为仁波切，那从此就投入另一种忙碌的生活，所以就成为神谕的一个计划呢，就此打住了。那位是指贡仁波切。那再来一位呢，这是尊贵的巴囊仁波切。刚才这个直贡加贡仁波切，右边是比较稍后的照片，这一个是后来仁波切已经来了马来西亚过后，再回去的时候，跟他们两夫妇的合照。那这位呢是尊贵的巴囊仁波切，来自泽邦洛斯林寺。尊贵的巴囊仁波切来自泽邦洛斯林寺泽霍康村，他是一位隐居在山林中禅修的博学僧人。那有一回，他被请求给包括仁波切在内的寺院所有人口传重要的佛教哲理经典《现观庄严论》。在那期间，他总是穿着很破烂的僧袍，每天从山上的禅修小屋步行到寺院，完成了一整个月的讲授课程。从巴囊仁波切那里，仁波切也接受了丹珠尔的部分口传。那丹珠尔呢，就是对佛陀释迦牟尼语录的一种他的著书集。在每一次的讲授之前呢，仁波切发现巴囊仁波切都会念诵祈请上师加持的祈愿文。祈请来自释迦牟尼佛以来，一直到印度和当代西藏大师们的加持。当他念诵上师的名字时，都会将双手合十置于头顶，表达深重的敬意。仁波切在这位具成就却谦卑的巴囊仁波切的启发下，更加确定了自己想进行长时间闭关的心愿，并许愿自己能像巴囊仁波切一样。那这位珍贵的巴囊仁波切呢，又是一位仁波切非常尊敬的一位朴实的圣人。他就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一直在山林中禅修闭关。那在被邀请回到寺院，就讲授佛法的时候，就是给佛法开示的时候，他身上穿着的僧袍其实都是破烂的，而且每天总是从山上的禅修的小屋呢，就步行到寺院。而且呢，这位巴囊仁波切，就让仁波切记得非常清楚的这位巴囊仁波切呢，就是他对上师呢就非常尊敬的，所以每一次在讲课之前，在给佛法开示之前呢，他都会特别念诵祈请上师加持的一个祈愿文。而且每次提到自己的上师的名字时，他都会双手合十放在头顶上。那这些呢，都是给仁波切就是带来很大的启发的一些上师。
好的，哎，不知不觉已经介绍了仁波切的总共16位上师。好，这里给大家再重新再回顾一下每一位上师。那我快速的介绍。那仁波切最早期的上师就是尊贵的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来自色拉寺。第二位就是至尊灵仁波切，来自泽邦洛斯林寺。那第4位是至尊第14世加瓦仁波切。那接下来呢是珍贵的格西处心戈尔辛，来自甘丹萨基寺。那第5位呢是至尊加解颂仁波切，甘丹萨基寺。第6呢是至尊第98任甘丹赤巴泽圣甲贝善佩仁波切，甘丹萨基寺。第7呢是至尊加杰帕蓬卡卓图仁波切，色拉美寺。接下去呢是尊贵的堪苏拉蒂仁波切，甘丹萨基寺，那这是甘丹萨基寺期间的。那尊贵的堪苏强巴也是仁波切，甘丹萨基寺。接下去呢是尊贵的冈坚仁波切，色拉美寺。尊贵的尊贵的梭巴仁波切，色拉杰寺。至尊下巴曲杰逊洛桑宁玛仁波切，来自甘丹萨基寺。尊贵的丹马洛却仁波切，来自泽邦洛斯林寺。尊贵的加杰扎贡仁波切，来自泽邦果芒寺。尊贵的直贡加贡仁波切，杰逊洛桑措经，这位是噶举派的在家大师。那再接下来呢是尊贵的巴南仁波切，泽邦洛森林寺。所以总共是16位上师。好，那介绍仁波切上师的部分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明天呢，就是第4章即将结束了。明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把镜头拿回来。那明天会跟大家分享，仁波切就是怎么跟马来西亚结下缘分，他的一个典故。就是会是短短的一个小节，应该是一次就能够介绍完。那介绍就是第4章是仁波切在印度的一些经历，都是很简短的介绍。接下去呢，来到第5章呢，我们就会开始介绍马来西亚，就是仁波切在马来西亚的一些佛法事业，那就是从1992年直到今天。那所以今天呢，今天是印度的最后第2天。好，今天的分享就到此。那看看好的，那应该是大家都过圣诞，庆祝圣诞去了。没有什么问题。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三慧名称是，说是佛法心要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施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3世，依止相属2之矣。祈愿三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三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性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